好，635首，那唱歌队有好声会当唱好声，好来。来，愿主旨的家的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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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回答，愿主旨的家的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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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请无书记的。咱用欢喜的心，三甲来祈祷。天顶的上帝，阮感谢，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阮进入伫上帝的圣殿，你伫遮咧等阮，你的神伫遮，爱你受抹油，爱你受呼召，爱你对万百姓的中间分别阮最圣的正经儿，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听你的声。嘛，阮这个受赎的囝儿，伫你的面前，真正得到你的恩典满满。阮要用欢喜、懊恼、感谢、祈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讲主啊，阮的人生有你实在是真好。今仔日阮真正欢喜，伫神的内面，伫基督的内面，阮原本就是一家人的，总是阮毋捌见面。今仔日因为这个特殊的安排，互阮有机会。伫主牧师甲伊个团队的带领下面，德南教会兄弟同工三甲伫遮。上帝啊，阮逐个人拍开心，阮要同心来学乐，阮要同心敬拜，阮要同心对你领受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所有的人伫你的面前的服侍，你看做美好。嘛，互德南教会今仔日伫遮礼拜刷，因要阁跑走头前的路。因所经历的路，有上帝你的油伫遐伫滴，互因出入拢平安，经验上帝伫逐所在，来互阮拄着。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门。OK， 咱用欢喜的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哦，嘿，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时我要先邀请咱永福教会咱的兄弟，先用热烈的鼓声来欢迎咱德南教会兄弟，甲咱三甲来敬拜上帝。这时我要邀请咱三甲用这条诗歌，一切荣耀乐归咱的天顶上帝，咱三甲拍幕啊来吟诗乐。一切荣耀乐归我主我的心。一起看地的永高乐，大万大小乐，都不要受为了。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唱对我来，一切荣耀和乐都归我主我的心。一起看地的永高乐，大万大小乐，都不要所谓名。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哦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来请安。我要邀请咱约福教会兄弟，你若是会当离开你的座位人，请你行到头前来，让咱德隆教会兄弟伊来握手来请安。上帝听你，咱是一家人，咱互相起立来请安。以前咱捌伫外面，总是因为主的疼，咱是一家人，咱三个来吟这条诗歌。一切荣耀和乐，拢为我主我的心。你是看地的勇敢人，他往大小人，都不要所的名。欢乐啊！吼，感谢上帝，今日咱真欢喜，伫主所定着日子，咱会当三甲甲德隆教会兄弟，咱三甲来敬拜。因为上帝听，咱会当成做一家人；因为上帝听，咱享受伊的慈爱；因为上帝听，咱今仔日遮同心欢喜唱歌来敬拜。咱三甲来吟这条诗歌。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惊你。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听着上帝的主意。因为耶稣正做声，因为耶稣你更面。因为耶稣咱路的外里前，我已用手主我名，我已给人的主名，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主属天，咱们将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惊你。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主名。因为耶稣人平安，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比主灵来撒欢爱，不是我你的名气。不是我们当兄弟，因为耶稣撒把刀抛撒干地。是日主内面，咱拢正做一家人。
今日是主所定的日子，咱三角聚集伫遮，要来敬拜上帝，要来听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静静听，静静听，安静咱的心，用咱的耳孔来听王这位上帝所要对咱讲的声，用咱的目睭注目伫上帝的十字架，用咱的心来领受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静静听，咱听伊的声，伊也要听咱的声，因为伊是咱的大牧者。咱三个用这条诗歌来敬拜，来陪伴咱的心，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旁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伊是我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靠主的声。伊是我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有灵听，我们叫咱用真细声的声音来唱。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旁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用心来听。你是我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靠主的声。你是我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是大牧者。伊是我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靠主的声。伊是我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伊的有灵伫伊的声。会众请起立。趁上主找袂到的时，就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就求救伊。邪恶的人就弃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就改变因的意念。这时，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结合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列岛林内受苦，定十日过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这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请咱犹原徛伫同心额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人民愿的阿爸爸，愿三甲组织出声感谢你，感谢你是阮保护阮，赐予阮有健康的身体，
也互阮免受到阮所无法度承受的灾害。感谢你怜悯阮，虽然阮常常会软弱，惊阮家己掠做好、掠做对、掠做有利益的事，总是利用仁爱款待阮，无因为阮的过失就气杀阮。恳求你用你的光照阮、引带阮，互阮会当甲你同行天路，也求主你带阮行伫你所意爱的正路。真紧，阮来到着一年的落尾，感谢阿爸爸，你掌管阮的年日，将你的独生的圣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互阮，正世间人也诚做阮的好朋友。当世界咧因为商业的包装咧庆祝圣诞节，侪人因甲阮三甲欢喜享受即个快乐的节日，总是因无认捌着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因生命的救主。当阮正教会伫筹备庆祝圣诞活动的时，恳求阿爸爸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将即个福音传扬出去，求圣神甲阮同做工，互福音的种子落伫好土，阿爸爸国度结出侪侪果子。感谢天父，今仔日你带领着主来德南教会牧长甲兄弟姊妹，三甲甲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恳求你保守着因今仔日出入交通一切平安，活动的顺遂，也互因心心灵拢得到你的祝福。也愿今仔日讲甲听的每一个人，拢接受你的教示，将你的话语藏伫阮的心内，享受真实的平安甲永远的活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用，今仔日咱所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37篇，也是箴言第23章。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轻信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真理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就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现时，德南教会圣歌队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歌是《愿感谢主》。
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要看两位的圣经节，第一位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第22章34节，法利赛人听见伊已经踢灭撒都该人的喙，就三甲自责。其中一人做教法师的试伊问讲：先生啊，律法中什么戒上大？37节，伊甲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戒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第40节，这两条戒是全律法甲神旨的总拳头。第二位的圣经节，你看的是新约哥罗西书第1章第20节。哥罗西书第1章20节。已经将伊12个火来成就和平，就对伊和万项有甲伊本身搁再好。迄是地上的，迄是伫天里的，拢是对伊以上。今仔日咱所要根据朗读的圣经节是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到35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个用台语来读一解。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们接下来用华语读一次。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赞美，今仔日圣歌队所要赞美的诗歌是《万国欢笑》。
讲道今仔日朱牧师甲王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十架救恩听中的连结。兄弟平安。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突然接到朱牧师的电话，讲王牧师，阮要带教会咧去永福，甲恁三甲做联合礼拜，然后阮要继续跑走头前的路，心内真欢喜。朱牧师的妈妈是一个祈祷的女子，伊真正用祈祷经过伊带即个家庭进入伫信仰行人生真要紧的路径。朱牧师的兄弟锡安、锡庆、锡东、锡五，拢是牧师，一个拢毋是，然后一个拢入来，一个拢做牧师。伊即个是即个家庭，我上最后一个熟悉的是锡东牧师，就是今仔日阮有机会坐斗阵。伊安尼甲我拍电话讲，朱牧师，今仔日的信息是咱两个斗阵来哦。所以咱即个是用掌声，咱大声邀请锡东牧师伫咱的中间分享。今仔日这对伊真无公平，因为圣经才是我拣的，题目是我定的，讲是伊爱来讲。没啦，结尾是结尾啦，好歹看伊啦，头前较无责任啦。但是我相信讲，拢是上帝内底圣神引带咱啦，上帝要家己的话，甲咱大家讲啦。我相信这个是今仔日我真感动，有这个机会。本来下礼拜是讲用减讲一讲，结果若是走袂去。王牧师实在够厉害，我讲李老师呢，我算讲进来比较之前的，你叫我讲安尼咁好，伊讲袂要紧，我讲袂要紧，我就勇敢壮大来讲啦吼。讲我的经历，讲我的分享，讲我的人生。伫这内底也感谢王牧师互我这机会，伫这间教会来分享。因为这间教会建立的时，我来过；伫这现场的时，我也来过。因为阮姐夫伫这长老，伊吴文勇长老，恁拢知嘛吼？中基的医生，阮这拢伫遮，就即间教会，因是即间出事了，拢伫即间教会，阮姐夫啦，伫即间教会大汉的。了，佫有义传长老甲长老娘瑞琴吼，足好朋友，以前住隔壁，两个厝是相通的啦。所以伫这内底特别，伫我讲要中华的时，我第一日想即间教会。本来佫有一个中华教会，若是好朋友。迄个牧师和我好朋友，但是我想讲，但即间咱拢来上好来，因为即间的我又回到从前，有感觉，迄个亲亲安尼，好像又是回到儿时的记忆啦，真好。就伫遮咧，咱要做伙来看今仔的经文吼，今仔讲内底讲到十字架、救恩甲爱中的连结，其实即个部分咧，是一个无简单的题目，因为哪呢？有人讲是全部甲咱一生讲了啊。咱一生内底，就是伫十字架救恩，伫行十字架道路，伫听的中间，兄弟姊妹团结来连结。耶稣伫团结底上讲的一句话，就是恁爱互相包容，亲像皮啊甲麦啊，伫咱团结内底，总是恁爱互相包容，爱总要连结，做伙成长，做伙大汉。那伫遮咧，今仔经文内底，咱有看到讲，这是十字架。咱要来讲，这是耶稣想来个世间，伊这世间行一条路，我定讲，那是一条道路，实际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透到倒位？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照着我，无人有法度去甲白遐。这条路通到咱拢是世间上帝国国民的流浪者啦。咱是世间流浪了，寄居了，咱有一天要转去天国。这条路咧，咱实在无人知影要安怎行，所有宗教也无人甲咱讲，这条路要安怎行，敢若耶稣基督教甲咱讲，耶稣家己落来讲，这条路我教你安怎行。但是最后这条路，你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咱拢知影十字架这条道路，最后耶稣伫遐钉十字架死，伫遐告我。
也是咱最后保罗咧讲，伊想要经历生命大历的这条路。伫这十字架道路内底，伊讲耶稣，你讲这条道路，就讲到救恩，什么救恩？是所有过去伊遐列比老师傅讲的，毋敢讲。伊讲上帝就是咱的老爸天父啦，这何等大的恩典啦！你若有一个老爸，亲像上帝安尼，你袂欣赏要做王永庆的囝啦，会袂？你不会啦。若有上帝做你的老爸，无比这较好。而且这老爸咧，伊讲我这恩典互你，透过这恩典是白白恩典。这恩典伫内底要来结连甲上帝遐，透过耶稣基督，你甲上帝和好，甲人和好，你也来行伫这中间。这中间上重要要学习的，个这个听。伊讲界面中上大的产会，个听，个尽心尽意尽力尽力。听主你的上帝，无比这较大。第二是爱听别人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总律法，这两条头是所有律法内底上重要的。伫这内底，咱要来讲，其实当那个等下较遮，你讲安尼，人生内底这条道路是啥物道路咧？可这条道路中间，你要经过。你要学习到，免啊尽心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也就是讲，你要学习伫这世间，你无看这世界，世界你不再回头了。你要看的是看到上帝，像是约伯当伊面对上帝，看到上帝荣耀时，伊个袂记伊的痛苦共款。伫这内底，当你伫世界的时，你会看家己。但是，当你伫上帝内底的时，你甲你的主权，有一天你可能是暗时困袂去，特别是暗时夜深人静的时候，困袂去2、3点的时，你用起来跪咧祈祷讲上帝啊，伫我灵魂上深的所在，我要看到你，我要将我的主权完全交互你，你来决定我一生所有命运，亲像耶稣安尼，你带我行人生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道路。你若安尼讲的时，上帝要你经历到，咱即摆你讲的，你会经历到安尼学习，尽心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你学习到啥货，佫还要紧的，伫听中的连结。这两个，你人生也经历到，你时常等于见上帝。我也要恭喜你，有可能一世人你学袂到，有可能你即摆已经学到啊，我毋知影。但是当你讲你要行这条路，无代表你有困难。因为上帝爱互你信心帮助你。当你等下讲，你这条路嘅上帝为着你准备的时，你无一定困难，你无一定甘愿要行这条路，但是你会甘愿，你安怎呢？伫上帝听内底，你会想要去行。所以伫这内底，也就是咱甲旧约你看的时，旧约你讲的这条路叫啥路？阿伯拉罕叫啥？上帝因为伊的性亲做啥？做义，因信称义的路。佮同款的旧约来相对应，就是因信称义的路。阿伯拉罕因为相信上帝要赏赐予伊的，伫创世25章，上帝称伊做义。伊自安尼，伊出下兰了10年无囝，伊无回头讲某啊，当阮即摆互咱回头啦，我的上帝可能甲我骗的啦。我去安尼，互伊消遣10年，算咱等下无，伊继续去行落去。上帝因为伊愿意行这条受好条的路，上帝继续带伊，带伊。经过所有的艰难，甲25年的时考验结束，上帝讲我赏赐一个囝互你。但是迄结束还未上尾哦，伫遐伊感谢上帝，但上帝哪有无可能的代志？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这第一个伊的经历，第二个经历内底，伊甲伊甲134岁的时，等于以撒大汉的时，上帝讲：献我囝，献你的囝互我。伫遐佫一摆经历着，当伊手要举落去抬的时，上帝甲伊讲暂停，停起来。阿伯拉罕，当然，上帝已经为你准备一只羊羔，你来献互我。伫遐经历着第二个叫做啥？叫啥货？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为我准备。我一生原来上帝拢为着我准备的，迄叫做你完全了解啥叫救恩啊！我的天父互我的啦。迄个是因信称义路，恁若甲上帝讲，我愿意行这条路，你就行这条路啊！只要你永不回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什么信上帝的国。你只要讲上帝，我愿意行这条路，上帝会开你的手，经历你人生，你会碰到的命运，你会碰到的代志，都是你会碰到的，别人碰袂到。你免想讲别人碰到的代志会发生在你身躯。每个人上帝为你安排的路拢无同款，但这中间呢，你会经历到，明仔甲你的主权交予上帝，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主权交予上帝。你学习到这了后，你会伫这内底，你会定讲上帝这条路底要互你的恩赐好好发挥，你会明白上帝互你到底伫你身上，伊为着你安排，可能头啊，阮讲，阮的圣歌队指挥蔡老师袂歹嘛，指挥了袂歹吼，牧师甲学了正确的，这就是伊的恩赐嘛，吼。你会晓指袂晓指，别人一看就知影。你有啥物恩赐，别人足清楚的。你到底恩赐伫代，你有好发挥无？还是你定你求讲啊？别人拢有，我拢无。人做医生，我啥物做医生？啊，你上帝要你做医生啊？你一世人来无可能做医生啊？中华啥物上济？医生上济啊？啊无，后摆拢出事，后摆来中华徛起囡仔一只大汉，可能较可能做医生啊。但是无啊，逐个人上帝予伊的路无共款，而且这条路中间。阿伯拉罕经过以撒那国，成做以色列国家，这条路上帝你立你啊！所以伫这内底，你会经历到你的人生，找到你真正意义，所以就属灵的救恩。你会伫这世间中间，你找到你家己的定位 GPS， 你会知影讲你家己要创啥，你会画出人生的光辉，真正意义有好无？足好的吼。所以伫这内底，但是咧。这中间内底，搁较要紧的，耶稣你讲的讲，我来这世界是安怎？要互你人，上帝甲人和好，人甲人和好，这什么意思？我感觉这才是上困难的。逐个人拢要为着家己，我好好来认真，我要做医生，我要做啥？我要做音乐家，我要做啥物艺术家，我要做大生意人。OK， 上帝你的恩赐你可能容易做到，但是有一点是基督徒，上帝讲，这是入去天国门槛。你有伫爱中连结无？你若无歹势，去甲头前，伫马太福音第25章讲啥？会分山羊甲绵羊，竟然安怎分？你有听智慧说的一个无？若无讲出去不义的，你虽然足够的，上帝称你做不义，因为你无听智慧说。你若无懂得在爱中的连结，我感觉这个功课足深的呢。阮内底有一个会友，我即马后来我想几啊年，我想透。一个伊美国回来的化学的博士，真出名。退休了后，回来阮遐，家己要做陶渊明的生活，家己买一间厝，伫边仔种菜，家己挖，生活单纯。但是有一天过年了后，讲中风，啥中风你敢知？反正一个人因某也无伫咧啦。伊客家人伊喜欢吃什么咸猪肉，家己弄一块足大块咸猪肉，研究安怎？看电视去切，食了后咸了安怎？袂使爱食早，要吃甜点嘛。啊，佮去食甜点，食安怎？过年过个安怎？血压一悬起来。啊，去病院已经160、180，医生讲无代志，叫伊转去，因为病院无病床互伊倒。啊，结局咧，转来了有中风啊，伊足去迄间病院的急诊。啊，但中风了后，伊无去怪啥呢？我去看伊的，伫新竹国泰病院看伊时讲，牧师，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左手帮助右手啊！我这辈子最不能懂的叫什么叫左手帮助右手啦！我是安怎？伊讲原来等于中风的时候怎样怎？伊的右手不能动，一定要左手怎么样帮助他的哦？你看到左手帮助右手，一个了解讲伫教会内底，伊讲，请你等于甲咱的会友讲，等你趁你也活着时，兄弟姊妹懂得学习左手帮助右手，什么意思？需要拜托无？爱无？唔免啦，需要讲甲你多谢无？左手帮助右手，等你右手讲你也甲多谢，拜我来帮忙无？好，你这人就不要做人呢，啊，不要暗示一个呢，会袂？有无？袂呢，兄弟姊妹斗阵就是很自然流露，身躯耶稣讲，伊个像个机体头，咱拢是身躯的机体啊。你巴肚痛，你敢会甲巴肚痛讲拜托啦，紧来互我药啊食，会袂？袂啊，你自然安怎？头脑会有一个命令落来，就是开始找胃药啊食，啊袂拜托，啊足主动的，啊毋免要求，
佫过来超过安怎？超过你要要求的。你若我上港我看阮教会，伊上认真的，无一定来教会啦。上认真倒去，身躯艰苦走倒去，走病院啦。哦，病院啊走几啊逝，啊毋捌听讲伊嫌伊忝啊，伊安怎呢？伊认真要甲身躯弄好啊！啊，伫内底我相信，圣经内底耶稣讲上悬的标准是啥？听对得亲像家己。拿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故事，大家拢知影。当伊受伤了，当这撒玛利亚看这受伤的人伫路边，路人甲、路人乙，毋若该用酒、用水甲清伊的伤口，佮带伊去安怎？旅馆，互伊住，互伊食，佮甲旅馆主人讲啥？无够的部分，等我转来安怎？我拢互你，就这样子。爱中的连结是做到这款程度，你只样讲，你去的是上帝讲啊，你这只好的山绵羊，有简单无？哦，我无简单呢。嘿，我后来我一想，这2-3年我一想已经中风2年多了。我说哪有啥物好想？左手帮右手本来就很合理啊。但是问题伫咱教会内底，兄弟姊妹，你有法度做到安尼无？也是会兴奋，某人拢歹做，拢来教会，啊，阮做到要死，啊，互嫌甲安怎？拢无人讲话吼，嫌甲老烂。咱教会内底。在这上歹好学习，咱拢领受到救恩，但是我们都很难去做爱中的连结。亲像耶稣讲葡萄树，基结连的葡萄树，恁安怎呢？互相支援，安若歹咧，未结果子，上帝安怎？基安怎？错落安尼，咱拢无咧注意食呀。所以今仔节目，今仔伊讲这题目的时候，我足深的思考啦，因为特别最近。我特别个思考讲，佮过来这几年，因为我佮大概佮5年，就是一定要退休。我咧听你想讲，啊，无这5年我要做啥？但上帝伫中间，互我知影我欠福音的债，啥物债？债啦，爱中连结。我敢讲，啊，伫教会，我已经尽量做陪伴啊，拜3、拜4、拜5、拜6礼拜，拜2探访，我逐工拢咧陪伴会友啊。我70%的时间放伫会友的心上啊，即款牧师敢歹，袂歹啊嘛。啊，教会拢建设起来啊嘛，该有的有啊，该无的拢无啊嘛。迄无个第2代的代志嘛，对无？我甲因交代讲，后摆迄块地恁第2代中间甲伊想啊，牧师可能伫我手头无要处理啊。该弄的，我是讲，但是毋安尼，我慢慢了解着。耶稣你讲啥？做牧者毋是敢懂得陪伴，陪伴是牧者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啊！那羊牧者陪羊共款。但是更要紧是，耶稣讲一个上高的标准叫啥？好牧人为羊舍命哦，讲即句我有足歹做啊！我还是最近讲上帝，这是足悬的挑战呢。好牧人要为羊舍命，这牧者你要准备心，行像耶稣安尼为着羊来拼性命。昨昏共款，我昨昏去拜6，我去探访一个会友的时，另外一个圣神感动，我去找一个。阮教会一个已经重度忧郁症，快不行了。我上帝敢买，我找伊拢歹插我去啊！我热脸贴他冷屁股干嘛？但是圣神感动，我个招阮一个兄弟赵正，啊，佮一个胡国雄技术，讲行，突击弄兴趣，结果兴趣的是发现，因爸爸妈妈甲伊本人3个坐伫教会坐伫厝里，他们竟然在等待救恩啊！我看这种讲起，其实他们不是在不做，是我们没有去，他等我们的，他已经 SOS， 只是他的 SOS 发出来，可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来去，我发现他们愿意配合牧师。因爸讲一句话讲，牧师伊个欠电啊尔啦，那电就像车无安怎袂发动，爱压死对无？压这个电个发动，伊讲即马欠一个电啊尔啦。哇，足感动！我早起的感动，原来顺着圣灵的感动，你愿意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还做你无愿意做的代志。我已经上帝我有够无用啊，我哪个做这？不是，你伫无用中间，上帝圣神催逼的时，你就要勇敢去做。你可以感谢了上帝引出你，所以昨我足欢喜的。我发现到我又 conquer 讲征服了我内心的那种不愿意，我做我无愿意的。我看无可能，遐济这2年甲关心拢无效啊！我干嘛要再继续关心呢？但是当我愿意做的时，爱中连结，我才有真深的感动。你爱去做上无啦，为羊来舍命时，你做你无想要做的代志。
尽力去做啦。所以伫这内底，咱是讲，那安尼啊，到底有啥物福气？最后牧师要讲是，其实伫诗篇128篇有讲到，以色列雅各后来变以色列，这以色列祝福足大的。等于过身的时，伊70个囝儿孙伫门伫个面床前，伊讲，咱这家庭是俩主最上独一真的上帝，独一真的神，佮伫这个时间来确立以色列将做独一神派的一个民族。伫这内底，伊讲啥？上帝讲，你若掠我做中心，掠我做中心，为着我肯来行这个疼的连结，伊讲有上大的祝福啦。啥物祝福？伊讲，伫诗篇128篇第50到第60，伊讲啥？愿耶和华对錫安祝福互你，愿你一世人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囝儿的囝儿，愿平安归伫以色列。这有到4大祝福呢。4大祝福讲啥？第一，充满天顶的祝福，叫啥？愿耶和华对錫安祝福你，天顶的祝福要入来。第二，愿你一世人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讲啥？就是你地上，你会享受幼年，你会得到上帝要互你的。亲像传道书你讲，你要甲你所疼的囝，你的某享受你劳碌所得到，你一世人要快乐，你唔要因为欠缺来烦恼，这是地上的祝福啊。第三，什么祝福？第三讲，愿你看见你囝儿的囝儿，你有产业啊。我真祝福好我一个囝尔，我唔相信后来阮妈基督7年第8年，阮牧师年才生。我相信对伊来讲，信仰足大的鼓舞。后来这囡仔到3、4岁时，我感觉足鼓吹，讲上帝足好耍的，过来一个好无？上帝讲没有了。我是要来证明讲，在我岂有难成的事情？我来经历过阿伯拉罕这款的生涯。上帝讲无啊，佫一个尔。但是上帝讲，你也祝福伫你的时，你囝儿真出个产业啊！这产业毋是讲互伊饲大汉安尼呢，这产业是会回馈的呢。这产业是变做这囡仔，像咱头咧唱歌共款啦。像咱咧启文讲啥？你年老的时，你也袂地高见效。咱的10届内底第5届，你讲做友好父母。我甲阮囝讲，我无要求啥，只要年老我安怎，让我年老的时候活得有尊严。哦，阮囝讲这条就歹做诶。活得有尊严，你也无要求啥，100万也较好处理，偌种好，你甲讲一句，让你活得有尊严，我真想咧呢。啊，所以伫这内底，你的产业，互你年老，你会得到尊严，迄是产业啊。啊，过来咧，愿平安归伫以色列，就是讲你犯了我头所讲。耶和华以勒，所有一切来自上帝替你保护、保守，你免烦恼。你所有的保护机制，我保养偌济，我为着家己积聚偌济，我年老才有福气。唔免，上帝为着你，上帝将这你的挖口，这款事，你敢给？上帝说：“我给你的更多。”这是我上深的体验啦。这祝福你若要爱，恁个认真来行这设计救恩爱中的连接这条路。我简单做一个分享，伊讲才10分钟，我毋知有超过，我毋知影。希望上帝祝福咱大家吼愿阳光归予上帝，咱上帝感谢主，来换你啊！真多谢谢东牧师的分享。我去到台南的时，入去新南院，我就甲我的同学入去新南院第1年第1学期的第1礼拜，我就甲我的同学讲，帮忙我找一台奥多摆。什么人伫遮若较熟？结果就有人甲我讲，凊彩某人有一台奥多摆，你要看卖啊咧无？就是伊的大兄锡安新南院1年第1学期，然后我就去买迄台奥多摆，雅马哈8000箍，嘛用迄台奥多摆载我迄个时的女朋友。毋知有共人啊无啦吼，一台雅马哈100，然后就对台南徛转来台中，搁对台中载迄个女朋友，伊毋捌行迄条路，我就怎啊甲徛去个304，所以刺牛后头零蛇尾羊高过到低安尼吼，
啊，我到大汉了后，我直直迄种印象拢直直无去啦。啊，我直直咧找迄个画像。啊，即马来遮咧误会我，哦，就是啊，迄条就是304的路，啊，我徛迄台雅马哈红色的，啊，即马是我的牧师娘，安那，迄是你的大兄甲我介绍的。连结。我伫温哥华做牧师将近15年，有一日我接到一个人的电话，牧师，看你会当帮忙无？我讲什么代志？我有一个会友吼，即摆对美国啊，要去台湾啊，飞机走到阿拉斯加，然后伫阿拉斯加伫迄个路中过身去，伫飞机顶过身去，拄仔咧食物件吼，中风的人啊，要对美国转来台湾，伫机顶咧食物件，煞全塌掉咧，啊救无着，啊，迄个电话中甲我讲，牧师，即摆飞机已经回头要转去温哥华。啊！你伫遐敢会当就近帮忙？我讲当然，所以阮就取得联系啊。然后因为我伫温哥华甲办事处所有遐拢真熟啊，我接到电话，办事处也接到电话，办事处佫甲我联络，所以我就伫温哥华处理即个 case 啊。即个临时甲我拍电话的，就是伊上细汉的弟弟啊，姓哦。所以，迄个家庭啊处理了，啊，佫对温哥华，甲即个尸体，甲即个身躯，佫运转来台湾，所以迄个过程真复杂。啊，办事处啊，真侪手续，啊，甲政府的手续处理了，转来，迄个家庭就是讲，牧师你的确爱来我请一个，啊，到最后我拢也毋捌去，啊，所以今仔日咱有机会当安尼。我要讲的是讲，兄弟，连结。一个人，若无啥物物件，互咱拄仔有机会念到阵，就是咱有熟悉，咱嘛若敢若无有熟悉，但是无迄个实际的印象。我安尼讲，你要讲阿免无？所以，请无论如何，咱都要把握，甲每一个人。伫咱的目睭前经过，伫咱的目睭前，若有任何人有啥物需要，特别咱对人的关系，伫人伫行伍的时，伫请影的时，咱要接近伊真困难，因为比咱较成就，伊当咧好势时，伊的目睭拢咧无用，拢咧看其他较要紧的，咱是看袂到的。但是若有一个人真正伫艰苦需要的中间，任何一个人行活去拢会当伸手甲牵，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伫伊的身边发挥真要紧的作用。所以你有疼上帝嘛？你有疼人嘛？毋是伫别人咧好势的时，拢爱伫别人好势的时，还是无好势的时？无好势的时，迄是你的机会。所以，当你身边所拄着的人若咧无好势时，毋通笑伊，颠倒是你爱想讲，我会当为着你做啥？遮有两个插头，即个若无插落去的时，永远因两边搁较有强的power拢无效。除非有一日插落了后，再光的灯的光，然后物件的作用。咱拢边仔信主的人。德南教会、甲永福教会、甲中华永福教会，我来到遮，才知影讲全台湾至少有4间长老教会，有4间永福教会。所以我来到遮，原本干那个拢写永福教会，我即摆煞毋敢安尼写，因为时间过了，人煞毋知倒位的永福教会，所以我即摆就爱搁加写中华永福教会。有个人会误解讲中华。永福教会会伫去想讲中华教会，不过一间要安怎做有连结？昨我牧师馆内面的迄个电风开始奇怪，都太袂叮当，插头都有插，太袂叮当，我就怎对迄个头壳摇，佫叮当起来。昨暝要困的时，想讲佫较摇咧，毋叮当就毋叮当。会知我佫较摇一摆，毋叮当就毋叮当。
所以电有差啦，唔叮当表示内面安怎？英语叫做 disconnected， 的确有一个所在有问题，所以已经断去啦。你搁较安怎样好的物件，你搁安怎样好的信仰，你若信仰甲行为若叫做断去，你所有的拢是枉然。所以信若无行为是啥？是死的。彼得才有写一句话讲：有人若问恁心内愿望的因由，恁就爱常常做准备。若有人问恁讲，恁心内透即款的愿望，恁的人生遐苦难，拄着遐侪代志，你的人生态也阁保持会当遮尔活跳，无去找落去。若有人问你心内愿望的因由，你就爱常常准备好，通会用温柔来应答众人。我毋知影你会当甲家己准备好无？若假使有人突然甲你讲，特别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的亲戚，甲你讲，某人我久长看你、观察你，我感觉伫你的人生，你有一个上帝，你有一个信仰真好，敢会当用5分钟、用10分钟，甲我介绍你的信仰，甲我介绍你的上帝？亲爱的兄弟，这是你传福音做见证极好的机会，阁有人甲你开喙啊！我相信，伫你的人生，你的确捌拄着即款的代志。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后来你知影伊去信耶稣啊？结果伊去信耶稣，甲你无关系。伊去信耶稣做上帝的囝，毋是对你来甲引带，是别人甲引带。但是伊久长甲你熟悉，久长伫你身边，有即款的人无？有。真久了，咱发觉讲伊信主啊，但是信主的迄条线，毋是咱去甲连起来，因为咱直直无做。你为咱敢有可能伫别人的人生真正咧需要的时，然后你会当真短的时间甲介绍你的信仰？若有人问你心内愿望的因由，你就常常准备好，用温柔、用谦逊、用热情来回答。然后真侪人可能伫过去真误解你，真误解你的信仰，真误解你的人生的做法甲态度，就是甚至捌讲一寡伤你的话，但是后来因为你有做真持续的，迄持续的人生、持续的疼甲陪伴。到尾人理解你了后，因为拄则朱牧师遐，我若伫咧讲一寡即类的信息，即种问题是，咱有准备好甲人做连结啊无？咱有准备好甲人做连结啊无？是毋是假？拢伫咧讲着上帝甲人，咧讲着人甲上帝，是毋是假？除了咧讲着上帝甲人，人甲上帝，中间拢咧讲疼。然后是假，个最后上帝甲人的关系，到尾拖甲人甲人的关系。上帝疼有罪的人，上帝疼你甲我，疼了换你爱去疼人，你爱去关心人，你爱去连接伫别人，连接。所以这是真基督徒真要紧，连接。连接是建立关系。来，请问，伫上帝甲人、人甲人即个关系中间，是爱上帝较要紧，还是人较要紧？上帝较要紧啊，人较要紧？有人讲一定爱上帝中心，无毋对，这个无毋对。但是，若徛伫上帝的立场，上帝的目睭拢咧看人。上帝一心一意要听人，要拯救人。因为人是伊创造，人是伊要救赎、疼的对象。但徛伫人这边这个遮，爱用上帝做中心。但是上帝咱阁看袂到，所以上帝讲：你若疼我，安怎？
你来去听人，听上帝的人，你就要去听你身边的人。所以，这个到底啥人要紧，啥人中心？我想，这个看你徛伫什么所在咧讲。不过，信甲行都要做真水的连接。我请咱即马即个电话甲弄花，咱来看一个短真短的影片好无？来，只有人伫火车顶所发生的这车顶，这个拢人无车位。一个年老的人行活来，伊爱坐真远的火车，但是逐个人坐咧无插伊。只有一个人对伊表示，这个是连结。所有的物件，拢对行动开始变做一个连结。咱拢讲听，对，但是听若无用行动去做连结，去表示所有的听，拢是一个理论尔。你会看到日头落去，月亮出来，安尼迄已经经过几啊点钟，坐了真久，逐个人拢困去了。即马开始伫咧车顶，伫咧验票。伊是无，即个老大人是无椅仔位的，但是即马坐伫遐。即马换即个小姐，竟然即个小姐的车位是27C，即个椅仔位原来是迄个小姐的。小姐讲毋通讲，哦，迄个长辈就好好啊坐。车长甲伊讲，若安尼，小姐，我头前还阁有一个位，请你来。才发觉，这个小姐，伊竟然是一个两只脚有问题的人。两只脚有问题的人，要坐遐尼远的路，对啥？椅仔位对伊来讲真要紧，但是当伊拄到迄个年老无位的人，伊甲伊家己的需要提起来，让互人，这个叫做听。这个叫做分享，这个就是找机会，甲你的听，甲别人的需要连接，这嘛是你的机会。展现你是基督徒，你的听人，听上帝。所以兄姐，信仰毋是干那用嘴，信仰毋是干那用背，信仰是活伫咱的生活，我毋知会当请咱伊哩咱来弹唱一首歌好无？听互咱主接做即会。我想特别今仔日咱德南教会野外礼拜，恁出外，我想拄啊趁即个机会，多谢恁来甲永福教会连结。永福教会，咱嘛趁即个时，逐个人伸出你的手，咱互相握一个手咧，好毋好？互相请安，
有你真好，三甲伫遮做礼拜真好，趁这个时爬起来，来，咱互相啊一，听着做一回，听互咱出一做，离开你的椅仔位，去甲所有的人握一个手，好无？因为你有握过手的人，你甲伊就有连结，就有感情。微笑不必代价。但是微笑会当带予真侪人真特别。给人微笑 CP 值很高。愿咱两间教会伫基督的内面，真正表示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姊妹。咱伫听的内面愿意彼此相听，所以入来到伫遮，请你免客气。这就是你的厝，因为这是上帝咱天父的家。入来到伫遮，咱拢是一家人，所以欢欢喜喜享受一家人的快乐。听，互咱自集做一伙，咱自集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集做一伙。听，互咱出一做一伙，听，互咱出一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出一做一伙。咱请坐，咱斗阵用华语来甲。约翰13章34节、35节，咱斗阵读一下好无？来，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阮多谢你。多谢你对阮世间人的听，对阮罪人的听，对上帝囝子的听，毋是干那用嘴讲，你用定死伫十字架来显明，你真正听阮，搁要听阮到底。感谢你，你也搁要离开以前，命令阮讲，恁着彼此相听。恁若有相听。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阮要相听，相听就要进入伫家庭。家庭的内面有一寡人，使是互阮艰苦心，嘛对阮真有偏见。但是阮真正要听因，阮要进入伫教会甲团契，用微笑，用欢喜伸出手，甲人相握，甲人请安，甲人拍电话，甲人慰问，甲人关心服务，表示。兄弟姊妹，我真正听你，我关心你。我要听小台湾，因为台湾是抚养阮的所在。我要听小上帝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你听阮嘛听世界。阮感谢你，互阮两间教会今仔伫遮三好三听三亲，奉主耶稣的名感谢，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第526首，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的囝儿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幸福！亲像油天地头壳流落阿伦的喙手，请咱三个起立吟全首。何等的幸福！上帝
请坐。这是请咱平凡心回应上帝的疼奉献。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请牧师介绍甲报告。咱搁一摆甲所有对德南教会来的牧师、牧师娘、中级、同工，所有这兄弟，咱请咱拢做一摆起立好毋好？咱甲因拍一个鼓啊！真多谢，多谢恁。好，请坐。愿上帝赐福恁伫遐。的福音甲见证，今仔日恁来，做咧以仔位还佫人啦吼，安尼表示阮永福教会还佫真欠缺，做工做无够的，还佫有遐侪空的以仔位，所以真多谢恁来哦嘿，等下礼拜煞了后，我甲牧师娘，阮有几个阮都爱随走，因为伫餐厅佫有另外一场的结婚式伫遐咧等阮，但是毋免烦恼。恁的中餐拢准备好，免想讲无舒服对个，你毋知要食啥。所以教会有甲咱准备迄个中华肉圆，佮鸟翅仔面，也佮有其他的好康的，毋望恁食有饱，OK，毋知也佮有新的朋友伫咱第一摆，毋是德南来，毋知也佮有啥物其他的新的朋友无？然后。抓一下好无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真紧就伫即个遮做咱的报告。请咱迄个11月初7，咱有当季议会，请为着中会时间祈祷。初8有区会，请团队甲代议长老代表参加伫迄个梅干武纪念教会吼，10点。然后请注意一项，永福教会请注意一项，今仔日咱有德南教会来，伫咱60周年有即个新的朋友真好。等下是毋是我若要来做一个团体照好毋好？很好。我想祝到了后，安静1分钟，所有的人拢毋免阁邀请，好无？请剩外对方莫脱。大家人拢来翕一个2间教会的团体照，安尼好毋好？好，我想安尼是咱的历史，2边的历史拢会当纪念。然后后礼拜，拜托后礼拜，这嘛是咱的机会。咱伫60周，今年是永福教会60周年。对年头到遮，咱拢有连续有足侪新的礼拜的方式。
后礼拜有要请对迄个罗马音乐学院的庄家慧老师，我那对恁迄个方向遐要来。然后搁一个真出名的作曲家郑志仁医师福摩沙咱的梦，咱的爱有无？迄个作曲家两个音乐家伫咱的中间做见证，所以邀请你的朋友来伫后礼拜即个礼拜吼。后礼拜花语也有要开同工会。咱原本有拍算11月初10要开中集会，因为有一寡缘故，所以咱有延到11月17才有要开中集会哦嘿。然后后礼拜，也搁有秋之颂，后礼拜下晡2点是无？3点伫咱即个所在有秋之颂所以后礼拜我若真无闲吼。所以请咱特别，我若招你的朋友，后礼拜下晡3点，伫咱教会即个有一个聚会，邀请你的朋友，这拢是咱传福音做见证的好机会。咱的秋情团甲咱的圣乐队伫遐，我若拢会献唱。包括郑志仁这边的唱，主要是唱郑志仁医师所做的曲。咱教会迄个第一任的牧师张瑞雄牧师昨个早起8点外安息主怀伫马街淡水婚姻伊原来伫11月初10下晡2点伫台北的北门教会陈汝全牧师遐举行个别礼拜所以请伫祈祷的中间，即摆牧师娘伫三芝安养院内面。11月16，才有一个对全国咱教社部发起顾台湾护民主，互台湾的民生为着台湾祈祷。咱教会有即摆已经一台车要满，若有意思的人，请甲办公室登记，一个人交200块然后咱迄个早起早8点出发。一日出去，然后迄个补中昼的时间，伫迄个中兴大学惠顺堂伫遐有一场的礼拜，大概有4000个基督徒，咱长老教会伫遐。我想即个请咱若有诶时，请咱主动去报名吼。即摆公司开始有台语的电台，有台语的电台。即摆台语的电台开始出来时，即摆。到处咧收集有啥物意见也无？11月17会伫咱诶台语的文化创意园区遐，要有一个班导开讲。我若受邀请伫遐主持一个会，所以若有趣味的人推动台语咱会当报名，事先报名伫遐吼。过来感恩节。感恩节，咱有连后礼拜，咱有邀请你会当登记咱有10只火锅要伫迄日望有人讲牧师感觉爱食，对，好好来食食互伊安尼吼，会食佫会做工，所以感恩节咱有要迄个大餐哦嘿。后壁伫咱1楼迄个咧公布廊遐也佫你会当签名。咱感谢主，互咱真正常用感恩来过即款的日子。有一个呼吁，我要呼吁所有的人，你来做礼拜的时候，因为咱礼拜早起即个交通已经拢伤乱去。乌多摆，特别是少年人、中年，你若感觉你的身躯还佫用，请甲你的乌多摆去停当迄个艺术馆迄边遐。利和停车场后迄个边仔遐有一个空间，乌多摆拢会当停伫遐，才互一寡较年老的人则停伫咱教会。若无时间到的人，真正拢停无位吼，超甲真辛苦。这个互咱知。我想圣诞的活动，所有的拢伫遮，请咱有关的人家己看。所有咱的团契的活动聚会拢家己来。这个是我要邀请所有11月份生日的人起立一下，好毋好？包括德南教会所有的人，你若11月生日的，请你起立。好来，
请起立，对，起立，然后要来唱一个永福教会版的迄个生日歌。伫咧唱的时吼，等下咱逐个人甲因可能莫搁啦，因为今仔日时间吼，来，咱来，你看讲生一个遮尔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伊就哎呀落你哎落你哎落你伊就哎呀落你好，上帝祝福你，年纪若加甜。上帝甲人拢若听你，你着继续你的人生，着继续甲喜落去，落去喜，会甲真快乐，真幸福吼，信主的人有福气吼。OK， 好，上帝祝福。来，迄个朱牧师，若敢有啥物大代志的款？无啦，咱来今仔来甲真欢喜啦！德兰教会小会也有淡薄一个红包，代表咱的感恩的奉献，正要转互咱的王牧师，好无？真多谢，无都毋免的啊，恁都好我食就好。慢点酒就好啦。OK， 感谢，感谢。这是咱吟圣诗635首，愿主之意得成得地，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啊，愿你加添阮伫你的面前有活力、有热情，因为阮礼拜了后出去就是要行动见证，活出信仰的品质，互人通过阮实际的听甲服务，看见阮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无毋对。但愿三位一体上帝因带赐福你，对这时到永世大不尽。阿门。真济，别倒，咱连面要翕相哦嘿。OK， 请开始刷对头前来。笑爸爸，你敢有可能会当斗阵翕？甲笑爸爸轮椅的，甲拖来头前，好无？好无？来，咱所有对一楼，一楼的。